电钻很重诶，加上那个电池，好像8颗到十几颗，凑成24伏特，超过了，每一颗都3.7伏特了呢。称一称重3.8公斤左右，电钻很厉害，一个马达电压大，电量3安培多，就可以转得很厉害。可以钻孔，可以打那个水泥哈。你看车辆传动轴也是用到一个马达轴心，然后接齿轮，用齿轮来转变方向，一个直的，一个横的，你看，又可以透过齿轮来转变方向。看那个车子的传动轴就是这样，从前面过来，然后要接后面2个轮子的轴心，一个直的，一个横的，要透过那个齿轮，你看，透过那个不同刻痕、不同形状、角度的齿轮来带动。